啲所謂嘅危險因子，除咗係增加周邊血管疾病嘅患病因素高風險之外呢，亦都會增加其他動脈硬化病嘅患病風險，例如話冠心血管病同埋中風。咁所以簡單啲講，你有呢啲危險因素，控制好呢啲危險因素嘅話呢，其實係會大大咁減低你患有所有呢啲血管病嘅風險，包括中風啊、心臟病啊或者周邊血管疾病。周邊血管疾病咧，其實同心臟病啊、腦血管疾病一樣啦，都係一個好常見嘅一個病嚟嘅。咁其實隨住年紀嘅大啦，咁再加上有其他嘅一啲危險因素嘅產生，例如話食煙例如話糖尿病，例如話膽固醇高，呢啲所有咧都係會增加患有動脈硬化或者係周邊血管疾病嘅危險因素。咁而隨住呢啲危險因素增加，越大年紀嘅話咧，其實周邊血管疾病嘅盛行率咧係會越高嘅。咁周邊血管疾病喺我哋大致上嘅國際上嘅統計呢，其實個病發率呢係都唔低嘅喎，差唔多有30%嘅病人呢都有機會呢患有呢個周邊血管疾病。咁講緊，假如你個風險係越高，例如話有晒三高嘅，又食煙啊，同埋亦都係年紀大嘅病人呢，咁其實佢患有呢個病嘅風險呢就越高。咁但係嗱，我哋啱啱都聽到啦，周邊血管疾病係一個好常見嘅病啦，咁佢亦都會有好大一定程度會增加病人死亡嘅風險啦，患有冠心血管疾病風險啦。咁但係咧，好不幸咧，周邊血管疾病嘅公眾認識係十分之低嘅。咁正如我哋啱啱開始講嘅時候都問過大家啦，即係大家對呢個病嘅認識，好多人都話即係未聽過呢個病嘅。咁其實我哋自己中文大學都做過一個公眾嘅調查啦，咁都發現咧，其實咧，喺咁多種心血管疾病嘅病變入邊咧，周邊血管疾病嘅認知率咧係最低嘅嚇，即係啲人會先聽過中風啦，一定聽過心臟病發啦，甚至聽過呢個即係心衰竭啊，或者係呢個房遷啊呢啲常見嘅心血管疾病。咁但係周邊血管疾病係基本上咧係少過一半嘅人咧係有對呢個病有一定程度嘅認識。咁而有咩人會對呢個病嘅認知率最低呢？正正就係一啲最高風險患有周邊血管疾病嘅病人，包括係年齡大啦，同埋有其他啱講嘅冠心血管疾病啊，或者動脈硬化嘅危險因子嘅病人。咁所以呢，好不幸，即係呢一類嘅病人係最高風險呢個病，但係呢，somehow呢，佢哋係對呢個病嘅認知係最低。